这个天气热，真侪人爱啉饮料解喙焦，若是啉无了，就会随手甲囥咧。医生来提醒咯，不管是直接用喙啉，或者是用漱管来漱，而遮尔热的天气，咱喙腔的细菌可能会去感染到饮料。讲伫个室内的温度囥一工，这个细菌可能就会生炭8000倍，这个比马桶又搁较垃圾400倍。 啉一杯饮料真清凉，但是饮料无啉完囥一工，不管直接啉，或者是插漱管嘞，这细菌的增加比马桶垃圾400倍。蛮可怕的，它有那么脏吗？难怪有时候夏天到了很容易拉肚子。日本的节目有做实验，原本细菌数量拢是600个，无共种类的饮料放伫室温的24小时，加比牛奶上最直接对600个增加到517万个，可乐一定值增加到250万个左右，麦茶是变成3700个细菌，连水嘛对600个细菌变成1700个。 饮料里面有含糖啊，又含蛋白质、氨基酸这种东西的话，那就是细菌很好的养分。一般来讲，细菌在一般的室温之下，就是7度到60度的话，它20到30分钟就会分裂一袋。如果在室温之下放置的饮料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。医师讲，这么多细菌进入腹肚内，可能会歹腹肚闹瀉，甚至是食物中毒。建议正确啉饮料方式是拍开倒出来啉，啉袂完就把这干仔罐盖咧放去冰箱，较安全。